奉父子圣神之名，阿们。主内兄弟姐妹，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思想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既已许诺做耶稣的门徒，也切愿跟随他背负十字架。这十字架不单是我们个人的，也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国家，以及世上众多受苦者的十字架。三个来祈祷，疼痛的天父，你疼世间人，甚至找见你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阮中间，引带阮行伫救恩的道路。主耶稣甘愿放下性命，受难受死，互钉伫十字架顶。互十字架真做疼，搁饶赦的记号，求你帮助阮跟对耶稣，背家己的十字架，伫即个听候拯救的世界，真做仁爱甲和平的使者。安尼拢是靠着你的圣子，阮的主耶稣基督，爸子圣神。一同永生，一同掌权，唯一上帝，永世无尽。阿们。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来啊，请与基督同走十架的苦路。我主，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跟随。我心永梦希冀不给，应有主陪我赎罪，见我破掉世旧眼光，当我为主隆重报爽。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主耶稣基督，你在客西马尼园中用你的言语和行为，教导我们依靠祈祷来克服心中的不平安。求你仁慈地垂允我们的祈祷，使我们堪当获得祈祷的富饶果实。主耶稣，当我们逃避现实生活，并拒绝面对我们周围的痛苦和折磨时，求你怜悯我们。求主怜悯。主耶稣，当我们被苦难击倒而不能履行天父的旨意时，求你怜悯我们。求主怜悯。请留下同我同饮无吧，叫全心祷告，要全心祷告，请留下来我心无吧。要全心祷告，要全心祷告。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价救赎了普世。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铐铐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天父，你差派圣子耶稣到我们中间，下降为人，又使他因着人的软弱而被捉拿。我们在不自觉时，都成为了犹大，出卖了你为我们预备的美好旨意。求你清洁我们的心，洗净我们的罪，赐我们力量面对软弱，怜悯我们。我们曾经捉拿耶稣，求主怜悯。我们曾经出卖耶稣，求主怜悯。我们曾经背叛耶稣，求主怜悯。主耶稣，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基督，天父之子，求你怜悯我们罪人。主求你怜悯我，主起诉我罪过，世间所有我独立，我内心清。
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价救赎了普世。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耶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主基督，在你的受审中，我们亦是其中判你死罪的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为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还不知自爱，时常冒犯违背你的教导。请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爱慕你，从今以后远离罪恶。主耶稣，愿我们有力量和勇气站出来，向当今的社会说出真理。求主怜悯。主耶稣，愿你的爱成为我们坚决奉行真理的根基。求主怜悯。主耶稣，愿你的圣神启迪我们，能以适当的方法解决不义、压迫以及人性堕落的问题。求主怜悯。主基督，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你定身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着拯救与医治。求主怜悯。和平的主上帝，将你和平赐世间。和平的主上帝，将你和平充满万心。和平的主上帝，将你和平赐世间。和平的主上帝，将你和平充满万心。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价救赎了普世。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侍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侍女看见他，
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们时常让你失望，因为我们是绊你脚的，因为我们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求你在我们沉下水面之前扶持我们，在拔出剑之前安抚我们，在否认你之前教导我们你的爱。主啊，求你看见我们的软弱，听见我们的痛哭。求主怜悯，求你叫我们更加殷勤，不要忘了你洁净我们旧日的罪。求主怜悯，主基督，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基督，天父之子，求你怜悯我们罪人。Bless the Lord, my soul, and bless God's holy name. Bless the Lord, my soul, who leads me into life. Bless the Lord, my soul, and bless God's holy name. Bless the Lord, my soul, who leads me into life. 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价救赎了普世。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比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
主啊，你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你所担的是人的罪，主的羔羊，你去除世界上的罪，怜悯我们。主耶稣，求你救我们免于畏惧和畏善。求主怜悯。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不但对自己负责，也能对周遭的兄弟姐妹负责。求主怜悯。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维护正义的勇气和献身的精神。求主怜悯。上帝的羊羔，就是除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的羊羔，就是除去世间的罪。就是除去世间的罪，赐愿平安。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价救赎了普世。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主啊，让我做你的工具，去缔造和平，在有仇恨的地方播送友爱，在有冒犯的地方给予宽恕，在有分裂的地方促成团结，在有疑虑的地方激发信心，在有错谬的地方宣扬真理，在有失望的地方唤起希望，在有忧伤的地方散布喜乐，在有黑暗的地方放射光明。主耶稣，你承担了我们的一切创伤。求主怜悯。主耶稣，求你不要让受苦者感受到孤单和沮丧。求主怜怜悯。来看救主，祷告求，老慈悲会主爱有求。
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身价救赎了普世。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各各他。神圣的导师，愿我不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不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不求他人的爱护，只求爱护他人。因为在施予中，我们有所收获；在宽恕时，我们得到宽恕；在死亡时，我们生于永恒。主耶稣，你背负着救恩的十字架，邀请我们分担你的救世使命。求主怜悯。主耶稣，每当我们在生活中受到十字架的考验时，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地坚信圣父的慈爱。求主怜悯。主耶稣，愿我们能与背负重担的人彼此团结，互相支持，并使这团结精神成为众人获得力量和勇气的泉源。求主怜悯。仁爱深深情降临，以你的爱火点燃我心灵，仁爱深深情降临，仁爱深深情降临，仁爱深深情降临，以你的爱火点燃我心灵，仁爱深深情降临，仁爱深深情降临。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孚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主啊，求你让我们如古利奈人西门，替你背上十字架，教导我们不逃避、不忽视，并且甘心乐意地背上这十字架，好跟随你。求你也叫我们遇见你所差派的西门，在困苦时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帮助。主耶稣，感谢你叫我们做你的门徒，求你帮助我们时常和你一起背负十字架。求主怜悯。主耶稣，我们为那些身体残弱、患病、被遗弃、被歧视的人祈祷，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去关爱他们，并分担他们的重担。求主怜悯。主耶稣，求你帮助所有信徒团结一致，合力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合乎人性尊严的世界。求主怜悯。主耶稣，你的答案就当，因为你听他，你听他，你听他，最远动力。我每一生对你行，最远动力也未赢。我每一生对你行。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十字圣架救赎了普世。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求主在白昼扶持我们，直到日影伸张，黑夜临到。这时忙碌的世界既息，人生的狂热用过，我们的工作完毕。求主施怜悯，赐我们安稳的居所、圣洁的休息和最后的平安。阿们。圣哉上帝，求你怜悯。圣哉大能者，求你怜悯。圣哉永生者，求你怜悯。主听我的祷，主听我的祷，呼求
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价救赎了普世。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2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士兵就拈阄分他的衣服。恩慈的上帝，你是忧伤者的安慰，受苦者的力量。愿困苦贫乏者的呼声达到主前，在他们一切的苦难中可以得到你的怜悯。更求你赐我们力量去服侍他们，这都是靠着替我们受苦，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阿们。主耶稣，我们力不从心，但求你教导我们勇敢面对所犯的罪。求主怜悯。主耶稣，求你不要让我们剥夺他人，帮助我们不要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使他人受苦。求主怜悯。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克服软弱，好能彻底跟随基督，重建人类的尊严。求主怜悯。主修天地是你无的亚伯，主修天地是你无的亚伯。主修天地是你无的亚伯。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价救赎了普世。那同钉的2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们得救是本乎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圣哉上帝，求你怜悯，圣哉大能者，求你怜悯，圣哉永生者，求你怜悯。Jesus,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e into your kingdom. Jesus,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e into your kingdom. Jesus,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e into your kingdom. Jesus,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e into your kingdom. 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价救赎了普世。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全能的上帝，求你慈悲地看着你的家人，为着他们，我主耶稣基督受背叛，被交在罪人的手里，
并死在十字架上，如今与你和圣灵一同活着，一同掌权，唯一的上帝，永世无尽。阿门。阿门。圣哉上帝，求你怜悯，圣哉大能者，求你怜悯，圣哉永生者，求你怜悯。Ubi caritas et amor, ubi caritas Deus ibi est, ubi caritas et amor, ubi caritas Deus ibi est。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价救赎了普世。那时约有5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伸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2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会众请起立。让我们呼求，让我们以全心全灵呼求。求主怜悯，全能的主，我们列祖的上帝，我们向你祈祷，求你俯听，求你怜悯。求主怜悯，上帝啊，求你依照你丰厚的仁慈怜悯我们。我们向你祈祷，求你俯听，求你怜悯。求主怜悯，求主怜悯，求主怜悯。会众请坐。耶稣基督，我们尊崇你，赞美你。你以十字圣价救赎了普世。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遵着他的命令，我我们们纪纪念念他的他的受受死死，，我我们们宣宣扬扬他的他的复复活活，，我我们们等等候候他的他的再临再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听我在面，因为你在你身边，谁害你那虽然久，耶稣为听有退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的圣经。世界的救主啊，借着你的十架和宝血，你已救赎了我们。主啊，我们谦卑地恳求你，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请一同祈祷。天父上帝，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永生的道路。愿我们今天的祈祷唤醒我们的心灵，并愿圣灵更新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全心全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的圣子耶稣基督，靠着为我们降生、被卖、钉死又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我心永梦希冀不给，应有的主替我受罪，请我看中世。靠一切。
主耶稣基督，因我上帝的圣囝，阮恳求你，无论阮是生也是死，拢有甲你的受难、十字架、甲死亡，放伫你的审判，甲阮的灵魂中间。阁求你将怜悯甲恩典赐予妖活的人，将赦免甲安息赐予死去的人，将平安甲合一赐予你的圣教会，将永生甲荣耀赐予阮有罪的人。圣囝甲圣爸、圣神一同永生，一同掌权。唯一上帝，永世无尽。阿门。愿赐五万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阁互恁对圣神的能力充满五万。感谢感谢上上帝。主。